基比病院自2013年成立医团咨询中心，甲省大病院同齐被国民健康署来认证，并且对2017年新接国民健康署罕见疾病照护服务的计划，依照罕见疾病整合式的资讯系统来分派。到目前，总共服务2387案，借由跨科院全方位的照护服务，伫去年底还佫得到 SNQ 国家品质标章的认证。罕见疾病呢，其实它不是只有小儿科，它分布在各个很多的，包括像神经内科啦、妇产科啦，还有骨科等等，都有可能会碰到罕见疾病的病人。所以我们遗传中心呢，就会去连接这些临床的科部，也不只有医师，我们也会去连接像复健师啦、社工师，希望能够提供病人更好、更完整的服务。奇美医院的遗传暨罕见疾病中心很高兴我们在去年底呢荣获 SNQ 的国家品质标章，那这个也就是对我们对罕见疾病照护的一个肯定。那我们奇美医院的遗传咨询及罕见疾病中心呢，会提供罕见疾病的病人或者是遗传疾病的病人相关的遗传咨询啦、照护服务啦、生育关怀啦，还有家族会谈。那如果有一些需要更多的一些社会资源，我们也会去做一个很好的连结，提供病人更完整的一个照顾。基比病院透过罕见疾病照护服务团队，以着核心工作的小组为联络窗口，整合医疗、长照、加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资源，希望让罕见疾病病人甲家庭拢会用得到全方位的照护服务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